跟住講嘅係銀行賬戶證明文件，新申請人需提供銀行結算單或銀行存摺首頁嘅副本。至於持續申請人，若曾更改戶口資料，就需要提供可證明其新戶口嘅銀行結算單或銀行存摺首頁副本。如符合以下條件，可豁免遞交相關證明文件。條件係：一、申請人過往曾成功申請並獲快學之處嘅資助及或貸款到佢嘅銀行賬戶，並喺有關成功申請入邊曾遞交銀行賬戶證明文件副本；以及二、申請人喺今次申請資助時使用相同賬戶，即上述曾收取資助及或貸款嘅賬戶。啱啱提及豁免遞交身份證明文件同銀行賬戶證明文件嘅安排，學資處保留任何爭議嘅最終決定權。如有需要，申請人仍可能被要求提交相關證明文件。繼續講解嘅係評估年度嘅全年收入證明文件。無論係新申請人定係持續申請人，家庭中所有受薪人士，包括申請人同家庭成員，應提供由稅務局發出嘅繳稅通知書。如果冇，亦可提供僱主填報嘅薪酬同退休金報稅表、薪俸結算書或顯示支取薪酬、津貼等記錄嘅銀行結算單或存摺副本等。如遞交銀行結算單或存摺副本，請同時提供戶口持有人姓名頁，並用顏色筆注明薪金嘅項目同加以注釋，以及說明其他存入金額嘅入數來源。假如冇上述任何收入證明文件，可以用夾附喺申請文件入邊嘅參考樣本一，提交由僱主填寫嘅收入證明書正本。至於自僱司機或經營業務人士，就需提供由執業會計師核實嘅營業損益表。如果冇相關營業損益表，請用申請文件入邊嘅參考樣本2或3提交自行擬備嘅營業損益表。有個人入息課稅通知書嘅話，亦請一併提交。若受薪或自僱人士未能提供任何收入證明，請用申請文件入邊嘅參考樣本4填寫收入自述書，詳細列明全年嘅每月入息計算方法同無法提供收入證明文件嘅原因。如申請人未能提供合理解釋，學資處可能唔會進一步處理有關申請。最後，請有租金收入嘅人士提供租約或顯示租金收入嘅銀行結算單同有關銀行戶口持有人嘅姓名頁副本。如果申請家庭屬於單親家庭，新申請人需要提供分居或離婚證明文件或配偶死亡證明文件副本。如果冇證明文件，請以備有申請人簽署嘅通知書提供合理解釋，以供學資處考慮。至於已經喺上一學年申報屬於單親家庭，並已遞交分居、離婚或其配偶死亡證明文件副本嘅持續申請人，仍需喺新學年再次書面聲明單親家庭狀況維持不變。另外，再提一提大家，如申請人喺評估年度內需支持有長期病患或永久喪失工作能力嘅家庭成員繳付必要醫療開支，或有供養父母，請向學資處提交有關證明文件副本。申請人應瀏覽職學處網頁，參閱該學年嘅申請指引同填表須知，了解遞交證明文件嘅最新安排。申請人填妥紙本嘅綜合申請表格後，請連同有關證明文件副本放入回郵信封，並貼上足夠嘅郵票寄俾學資處。如郵費不足，申請表唔會寄達學資處，學資處就無法處理有關申請。為免郵遞失誤，請喺回郵信封嘅背面填上申請人嘅通訊地址。申請人亦可將申請文件投遞於學資處嘅投遞箱，或喺網上遞交申請。使用電子表格經網上申請靈活方便。如果你想了解有關詳情，可以喺職學處網頁睇下如何經網上填寫及遞交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電子表格嘅短片。除咗睇呢個短片外，你可以瀏覽職學處網頁內有關學前及中小學程度嘅學生資助計劃資料，
而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嘅申請指引同填表須知，亦可以喺職學處網頁揾到。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熱線28022345。